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3月份吃来落杆子，高主播拐载我去买点5香鲜肉的大包。丈母娘来领弟弟，为喊大弟走起，海山出发。西中日13啊，来落杆路菜，工厂摄影店。新鲜出炉，那个鲜肉帮我称个1斤，回边浪个大包也拿1斤。 这还侪是361斤，那个肉的饼啊，帮我拿个10只吧。你多一个2只3包菜米的还是可以。你鲜肉的大包嘛，我人再多。老子嘛，走来着，喏，你再欢喜吃啊，今朝我点位忙得多了啦。哦，想得了，你看点出来，多来个我们忙到处去。那个黄瓜一斤2块，饼饼一只盒子肉，正好也是鸭子。 你看个鹅饼阿大，来落杆个包裹啥几好吃？一个是切得特别薄，第二个呢是腌得特别神秘，一咬就咬下来了，特别嫩，很肉很，而且做得透，就特别下饭，不像鲜肉啊是，新鲜出炉的特别嫩。难怪你知道个毛得多，谁想得动的？阿布宝宝，哎呀，来看我好好。哦，好好。妈，那个来落杆你点位去买个2香的鹅饼，还有5香鲜肉的大包，你都到处去上了。好的好的，老公说我喜欢吃的，白娘老字号。你们过来带小宝宝也辛苦了。